純粹齋聽住我哋嘅指示去行，去睇醫生，攞假紙應該點樣攞？如果想玩大啲嘅，喂，出糧嗰度點樣配合？咁就坐喺度等收錢嘅咋，有10萬8萬落袋喎，唔係唔追啊嘛！新型碰瓷黨嘅惡行越揭越多，律師樓職員嘅錄音喺東張西望曝光之後，報料觀眾楊生今晚就應邀嚟到尖沙咀警署向警方提供有用嘅資料啊！因為收到你哋東張西望嘅通知啦，咁啊警方通知你哋就想聯絡我，就話想我提供翻播出嗰集相關嘅資料，咁我今日就過嚟呢個警署度協助調查咁咯。咁你會點樣協助警方啊？成個委託啊，咁我有咩咪講咩。警方喺節目播出後立即揾楊生幫手，但楊生話有律師樓嘅職員節目未出街前已經發信息俾佢。咁其實喺嗰一集嘅預告咗播出嗰一日呢，我嗰一晚已經收到相關律師已經 send 咗信息俾我啦。信息內容包括本律師行已向法院申請專業保密權，案件進入司法程序，第一日已向你表明本電話號碼為律師行帳號，內容有可能涉及法律專業保密範圍。本行重申，除了本行就你委託案件給予你的信息外，與任何其他人士的溝通，包括本律師行一切文字或語音信息，未經本行同意，不可向第三者披露。在你決定披露保密信息時，不可誤導或誇大內容，否則保留追究由此引起損失的權利。我收到呢個信息之後，我其實係好愕然嘅，因為我對法律其實真係完全一啲都唔知。我聽完之後，我就係知道我有機會會俾人告啦。報道播出之後，網上都引起好大迴響。不過楊生認為，無論點都無損佢伸張正義嘅初心。我見到有啲網民就喺度質疑個錄音係真定係假啊，或者係點解有人會即係有得索償有錢都唔要啊，咁樣去講呢件事出嚟啦。咁其實我反轉去問你哋一個例子就係，咁其實打劫銀行都有錢㗎，咁點解唔打劫銀行啊？打劫銀行嘅可能得到嘅報酬仲多，咁啊因為呢樣嘢唔正確啊嘛，咁唔正確咪唔會咁做咯。都見到唔少網民會支持你喎，你對佢哋有啲咩嘢講啊？其實我只係一個普通小市民，咁我盡到我嘅責任，即係我做到幾多就做幾多啦。如果幫到之前一啲涉案被索償嘅人，咁我覺得都幾好嘅，其實成件事。